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妙。各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无会测度伊。这是咱三甲来吟诗，呼吁上帝，圣诗26首，那阮感谢上帝。这唱起来。 同心出声，用主耶稣甲是咱的基督文三角来祈祷。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天里。阮的日子领了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了赦免过阮的人。不得带阮入试，要救阮脱离恶海。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 好，接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昆州结做人来受苦，圣时过死，来从轮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啊，上天。 他对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咱过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啊，这请坐。这是咱要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20篇，也记伫，也是。 旧约诗篇90篇，启应文20篇，由我来刻，正向这来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还未做一成。你互土造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真
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一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一声，求你互阮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咱即马同心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今早起，因带阮正受阮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你。阮要献上感谢俄罗你。过去一礼拜，阮无论拄着顺境，还是恶担当的事，离开你得罪你，拢求你施恩保守赦免阮。你是阮的救赎主，阮唯一的倚靠。甲所羡慕的救主，你捌为阮受苦，求你透放阮一切的苦路。你是慈悲甲稳定的君王，用全能治理万民。求你降临伫阮心中，掌管阮的性命，显出你的纯洁甲光明。求你使阮平安自在甲确信，对你得到力量，互阮永远坚信你。感谢你伫顶礼拜，互阮顺利改选出中职，求你会通祝福因，愿因伫后礼拜就任了后，会通继续带领阮，互教会行更较美好的未来。求你赐互阮有好的牧者，互阮进行中的聘牧事工顺利进行，后个月的聘牧特会的监选会通圆满达成。求你保守因带阮圣诞节的逐项准备事工顺序进行，愿这的活动会通荣耀你的名，互正信徒喜乐甲平安。求你保护台湾的和平安全，使阮有勇气甲智慧面对中共的军事演习甲种种的威胁。求你祝福保守教会文字事工。愿阮的代祷奉献，拢会通互你使用，推动文字事工的发展，互更较侪人认捌你的疼甲真理。求你保守带领阮，安慰阮中间有拄着试炼、恶担当的事，身体欠安，以及伫网络甲阮做伙敬拜兄弟，使圣神甲阮同在的力量，互阮会通永壮平安、喜乐安然经过逐项路径。今日敬拜，求圣神能甲阮中间，互陈牧师分享的信息感动阮，帮助阮更较明了你的旨意，请做阮一样的准证。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赞美，这时咱要请圣歌队用这首《演活上帝》带领咱来学罗上帝。多谢圣歌队的献诗，这是咱要来看圣经记载伫圣经旧约诗篇90篇第10节到12节，以及新约提摩太后书4章第7节到第8节。诗篇90篇第10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勇壮通到8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伊紧紧过，阮就爬去。自随知你受气的关系，也照你应该受的敬畏，知你的受气啊！
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搁第二位的圣经伫新约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我已经征战好的征战，已经尽跑走的路程，已经受所信的道理，打了有义的免流，甲我备办下地，就是著作公义的审判师。伫迄日要互我，毋那互我，也要互见那羡慕伊显现的人。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正道，咱要请陈宪真牧师，伊的题目是《人生75》。大家平安。代表教会公报社伫文艺曙光纪念日来请安报告，特别多谢南门教会张牧师甲咱正当者欢喜将今日正做文艺曙光的纪念日，所以大先会当请看一个请安的影片。我大阿嬷过身了，第二阿嬷将财产互我的老母摕去，所以讲叫伊所有的财产寄一个亲情管理。到14岁时，我拢用利息，用迄做人的钱利息要存。14岁时钱还倒了哦，我的老母吼每日拢干那祈祷上帝，因为一直甲我讲上帝会照顾咱，我14岁不晓听即款的话。咧空袭的时，大家拢走阮母仔囝住一下，一个南部的长老摕100块，甲阮老母讲：你赶紧带母仔囝转去。伊讲我无钱，伊讲我100块互你，你赶紧转去大家。落尾甲伊接收转来，明仔载火烧厝，日本空袭弹落。所以我迄阵感谢上帝，哪会遮熬？我的老母的圣经在菲律宾4章4节，常常欢喜快乐，逐项拢有上帝伴伫一切个。是若有教会，若有公布，我会摕来看。阮拢若等下教会公布社来咧讲的是才迄金，即阮迄孙仔拢。我拢讲阿嬷咧抄圣经，大家拢讲拍拍手，好棒哦！我讲，迄就是阿嬷诶，逐一个功课，大家都去拍拍啊。一句讲，即礼拜金句，请恁大家背起来，逐礼拜背金句。伊讲即句，我转来，逐礼拜逐字写，为拜一下，拜一下，拜一下，就写7天着。才写1年，因讲你今年我叫恁背金句，恁有背偌济？伊就迄本摕出来讲，阮妈妈写1年的金句伫遮。即马是有感觉讲，我经过遐尼济吼，逐项拢体验过，即马有影上自由的时代啦，即马家己愈感觉。年老，体力渐渐减少，渐渐袂行。家己拢知影，我身平安，当时过身拢无要紧，这有影。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敢若搁真侪，所以我即马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约伫咧，你着互我身躯用行，吼。若是已经讲我义务也煞，也无责任啊，你着互我安尼平安转去，吼。阿门。多谢，毋是因为影片是阮妈妈甲我本身，所以强迫恁几分钟久都爱先看影片。教会广播社今年拍请安的影片，特别有交代讲要去阮兜拍阮妈妈，或者伊的生活因为
伊今年97岁还未满，因为伊12月底生，所以还未生日，所以伫遮人生的中间，伊拢期待是拜三我伫总会做团内志工，退休了去遐做志工，摕到即期的礼拜日的教育公布，拜四倒去厝的，就摕互伊看。所以差不多逐礼拜，伊拢会先看教育公布。请问，恁来到礼拜堂伫楼骹咧摕周报的时阵，捌摕教育公布的人请举手。好佳哉，还佫袂少个。我台我第一场问吼，无5个啊。若佫加起来，安尼加起来，加20分来有够啦。其实哦，就要强迫恁看教育公布吼，迄下都真拼咧啦。阮兜连报纸都无订啊，搁咧订教育公布，教育公布免订，免费互恁，因为吼，我甲恁收钱，搁较无人要看，所以你甲看教育公布，好来，莫讲教育公布，每一礼拜咱的周报内面除了迄，哪个有一张叫做更新啊，所以更新，甚至新安讲读经等等。逐礼拜去无共款的教会做礼拜，代表无共款的单位咧请安。我拢甲会友讲一句话：恁来教会周报拍开内面看到奉献地，恁一定心肝来讲，过来啊，带咧等啊，即个人要过来无关啊。我讲啦，今仔业绩若伤好吼，我后礼拜明年毋敢过来啦。若业绩伤歹，明年我也毋敢来啦。所以你甲知影讲，单位的请安报告足要紧，努力多谢咱的南门教会有排即个时间来请安，所以通过影片，通过感谢，为着文艺事工，毋若干那代祷奉献，甚至也关怀。咱侪遮公布者出来遮资料，咱通过典范的印记，对大多的影片内面看去，我妈妈90几岁，伫伊人生的中间，伊拢看白话字的圣经，拢差不多拢读白话字的，所以伫即种下面咧看教的公布，老实讲，伊上爱看的是迄个。中遐有一版叫做教会消息栏，我有当时毋知，伊讲补一个教会咧办啥物活动，补一个牧师温调，我你哪知？教育公布拢有刊啊，教育公布拢有刊啊。我讲即个牧师你敢捌？毋知啦，毋过佫有一个上帝经调转去啊，上帝经调转去啊。所以伫人生的中间的年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种信仰的旅程。咱常常都在想一个问题是：你我是什么款的基督徒？你我是什么款的基督徒？传统的基督徒无法度啦，阮爸做牧师啦，做牧师囝啦，无去袂使，因为住楼顶楼骹礼拜堂，做牧师囝，我要知就无爱做牧师囝安尼啊。阮囝捌甲我问一摆，安尼迄阵就是牧师馆住伫礼拜堂的楼顶，时间到讲，下去参加团契，青年团契，去参加什么团契？甲印象呢？对面的接触因囝哪会免来？有影呢？对面的，后壁迄个长老因查某囝也免来。我讲你著牧师囝，谁规定牧师囝都要来做礼拜？咱有影谁规定的？毋过无法度啊，就拄着啊，就牧师囝。来，所以伫遮中间，你是什么款的基督徒？我早起第一场我咧讲，咱合作会友
总是北京语讲叫做教友。啊，教友什么意思？你知道？都有叫就来，无叫就无来啦，迄叫做教友啦。啊都你今日先倒来做礼拜，我都张牧师昨敲电话给我，你是为着张牧师来做礼拜，你是有叫就来啦，迄叫做教友。咱是会友呢，会友来做礼拜，无法度啦。早起本来是可能约好出来，要去金山啦，要去迄个万里啦。昨讲昨家人上大雨，落外高市抓早起连取消了。好啦，就取消礼拜日无来做礼拜。哇！你是因为无去佚佗取消才来做礼拜，所以你毋是真正要来做礼拜呢。所以你是虾米款的基督徒？这值得咱伫遐来先探讨，你是虾米款的基督徒？头拄咱有读到启文，也有读到诗篇90篇。伫遐咧学习一句话，摩西讲：算家己的日子，生命毋是在伫长短，是在伫内容。免到这着人生表达生命的价值。值得你我去思考。老实讲，长短不存在。我做牧师，捌一摆甲一个会友的囝儿做告别式，当伊写甲我讲，牧师，无迄种棺木，因为伤细汉，我后面就定做9个月，9个月。应该无讲大遮大啦，当一，若是生命，9个月，上帝互伊出世，也上帝互伊来甲提去。所以生命毋是在于长短，是在于内容。免到遮着人生表达生命的价值，值得你我去思考。天华大后书第4章第2节。保罗劝勉少年的传教者，伫遐特别甲伊讲者，无论得时不得时，拢都爱专务专心来迎敬上帝，传福音。所以咱今早去用这个题目有特别的意义啦。无论是基督徒，也是毋是基督徒，拢看人生是一个旅程，还是讲生命的旅程、人生的经历的中间。我用人生75来做一个见证。去年5月2日礼拜日，一个单位敲电话给我，杨牧师，某时某日，请你代表关区请安报告。你知影我第一句话甲印象？那一天我生日诶！对方甲我应一句话，我永远都会记。郑牧师，生日不要做礼拜吗？安尼你听有无？后礼拜27生日无来做礼拜，跟我无关系啊。生日都爱做礼拜啊！伊甲我讲，伊讲代表单位去请安报告好无？我迄天我生日呢，我生日偌大咧？生日敢免做礼拜？对啊。我对，都要做礼拜，我就去代表迄个单位去请安。可能话一个新要计是安怎来写人生75？50岁生日，9岁青年甲我做生日，生日你就知影讲，就切鸡卵糕，唱歌、分蜡烛，煞多创啥？许愿啦，许愿啦，都许愿呢。下元煞，这青年讲，牧师来讲出来。我讲好啦，讲啦。我甲上帝讨，搁一半偌济？25，50加25偌济？75。竟然去年5月2日到啊！所以要知讨较长咧。你要下愿哦？上帝啊，我活10年了，10年目睭年就教我伊讲，
伊都50岁吼，好搞，搁一半就好。是安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规定是70岁进田退休啦。啊，我迄阵50岁是讲25年75岁，最后70岁进田退休，后手还佫5年，5年久还佫会当游山玩水，会使走来走去。因为我属于过动啊。过动就是坐袂牢的人啊！啊，所以哦，我无留5年，互我佚佗，哪会知啊咧？哪会知影50岁生日，甲上帝讨25年？目睭年的旧年5月2日是到呢，到啊呢！所以我以旧年5月2日开始，每一暗的祈祷拢讲上帝，互我平安好困。搁带迄句我都毋敢讲啊！好困到天光是恁咧求的，我拢毋敢讲，因为明仔载会天光袂天光，对我来讲，迄毋是我的权呢，迄是上帝主权。所以生命在是上帝。头拄咱咧读的诗篇内面90篇，摩西讲者，人的一生的年岁，偌济70岁，勇壮通到80岁。请问？即内面超过80岁，请举手。好，勇壮，恁对哈，恁手放的，恁着搁甲上帝祈祷，搁互我一半。啊，一半偌济？80岁啦，一半是120啊呢。咱一日到暗啦，足人咧食120呢。我甲你讲啦，人生就是安尼啦。勇壮通到80岁，总是搁出来迄句话足趣味。诗人摩西讲者，人生不过是劳苦忧愁六定，10000年久就过去，10000年久就过去。我头拄讲50岁生日共讨25年，我上帝给你啦，啊75啊老满，所以哦，以旧年开始每一天。我若透早爬起来，感谢主，我又活了，搁活咧啊！啊，所以今年5月2日，我已经满76，进入77。所以伫这个中间，你体会上帝既然搁留我，啊，你袂使伫遐食了米啊，你也袂使伫遐咧无代志做啊，拍拍走啊，尽力做工，头拄啊。保罗写批予提摩太讲，得时不得时，拢着爱为主调活来伫遐传福音。所以咱今早起就通过安尼，咱三甲要想，咱安怎伫人生的中间三个无共款的赞助。信仰毋通真做重担，头前努力活落去，努力活落去。北京语讲活下去，阮做牧师的哦，碰到会友来哦，头一句话拢问我：牧师啊，我活不下去了，我都活不下去，啊，我就无多，你活袂落，我要安怎啊？所以牧师的惯势就来祈祷上帝的话，甲你安慰，安尼尔啊，无安怎，我替你活，若袂活咧啊，对无？活不下去，信仰毋通真做重担。毋通真做负担，我头有讲哦，人敲电话，人来咱兜探访，好啦，看你的面子啦，无我来做礼拜啊，做礼拜啦，做啊变做重担负担，毋通。啊，都牧师囝、长老囝啊，啊都无去袂使啊，啊这啦重担，所以活不下去。为什么？敬畏上帝是对上帝惊，毋通将真做一个惊，迄个真拍的真，就是会惊，是敬畏上帝，绝对毋通变作惊上帝。哦，啊，毋过有人真趣味，无将上帝看伫眼内，无将上帝看伫眼内啊，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咧插伊，我安怎无你是要安怎？我市长啦，市长偌大咧，出台语去舞安尼，你哪会晓笑啊？你哪知影我咧讲啥人安尼哦？啊，所以无将上帝看伫眼内，啊，你真正
唔惊，唔惊，唔惊上帝，你绝对什么代志你都敢做，你什么代志都敢做，所以头一个努力活落去，总是你要努力活落去，你大先就要有一个信仰的敬畏上帝。惊，互人真谨慎活落去。这种的惊是出自敬畏，所以就用听来转变做上帝的敬畏。消极变做积极，本来就是台湾人有一个特色啦，什么惊死，真正足惊死。到即阵还阁有人带喙烟啊！你就无挂，也无人管你啊！我请问你，我毋是甲你讲你挂的毋对哦。我老实讲哦，我带喙烟讲道几啊摆啊，逐摆去到教会，若要迄阵去3、4年的中间要去讲道。有人说：“牧师，你口罩可以拿下来，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够觉得安全一点，一直行咧行，伊防弹玻璃的，我讲咧，迄毋是啦，迄是惊你个喷落去互喷着安尼啦。啊，你在第一排讲有人敢坐哦，普通人咧讲道哦，第一排无人敢坐。虽然咱拢有保持头1公尺以上哦，总是我无人敢坐啦。你甲做一个。有影呢？惊啦，惊啦！台湾人什么？台湾都惊啦，我惊死啊！惊安怎啊？讲一个影就生一个囝啊！无代无志讲哦，卵要起价，有诶拢摕拢直直买来恁兜炖，卵袂囥诶哈，囥啊到规个拢歹去啊哈！要知就想办法要知。所以咱会惊，所以咱毋通。伫遐比就讲，上帝我都毋惊你啊！我无上帝一倒啊，好拿出来哦，你搁较呛度呢，叫上帝出来啊！上帝真正出来，你真错，你照干来咧背，所以就用这种的积极的听来回应上帝，努力活落去，听主所讲，听主所做，听主所有，听主所毋忘。基督徒就。安分守己，尽本分，做你的角色。家庭主妇做家庭主妇，会晓唱歌你唱歌，会晓交代你做交代，会晓爱做这电器的方面，我来做电器的方面。达到底教会大这样代志，足多咱拢会使参与，咱拢会当做。所以伫这个惊的中间，你就要努力敬畏上帝。箴言第1章第8节讲，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你伫遐开始对敬畏开始努力活落去。第2项就是坚持活得好，活落去都活得好咧。活安尼密密麻麻邋邋遢遢活安尼你的品质哪会遮歹安尼？活了10只生活这个气氛那拢无好这种环境，生命是宝贵，就珍惜，了解生命的真相奥秘，是礼物也是机会。这阵虽然是少子化这阵的囡仔无做，不过你就知影讲，迄囡仔出世对迄个家庭来讲是新的生命。欢喜啊，未够咧！阮这边地下这边拢查甫多的，所以拢生查甫的。阮迄边，阮太太迄边女的，迄边生张的，我拢查甫多的。所以查甫的合作无稀罕，人听了人会信的啊。所以阮新妇第1胎。生查甫的，欢喜啊，欢喜啊！就第2胎，佫生查某的，佫较欢喜有查甫有查某。所以伫这种的下面，一男一女。我会记得印象上深是，我迄阵结婚第1胎，我就是生查甫的。竟然第2胎怀孕的时阵我台南的姨甲阮太太讲啥？四姐。若生查甫的免通知啊！
你有看无？伤多啊！生查甫的免通知。哦，我印象伫马甲面，护士抱出来，什么人的囝？几号？查某的。外口讲拍无啊！迄个护士啊，目睭话对，我有报错吗？生命是礼物呢，啊，一个机会呢，啊，这种的，啊，较趣味是，我两个囡仔，一个查甫，一个查某，两个拢 A、B 型，因为我 B， 阮太太 A， 啊，所以4种肺炎拢会使生出来。好佳哉，这肺炎我有研究，啊，无头就讲外科痔疮哪有人生迄个4种肺炎拢会使倒出来呢？两个拢 A、B 型，上趣味是，阮后生 A、B 型，甲阮查某囝的 A、B 型两个个性完全拢无共款。阮后生正手，阮查某囝倒手。第二，阮后生是故意啊袂顾的，查某囝是赤白白。到即阵也毋过，啊！我人甲我讲啊，拢无效啊，因为我甲讲，伊甲我印象，要嫁你自己去嫁，所以无效。啊！你著甲注意，白白 A、B 型的囝生出来，那差多，白白18岁差足多啦。啊，所以生命是礼物，也是机会，每一个时刻的存在拢有伊的意义。今日咱活伫即个所在。这个时阵，这个时刻 ，here and now， 咱伫这个所在，咱顶礼拜开迄落学会改选中心，搁出来后个月要聘新的牧师的监选，搁出来年底圣诞节，你讲哦，安尼遮紧，一年10个月都要过了安尼，今仔日10月20安尼，所以10个月都要过了。后手剩2个半月尔呢，2024要结束啊呢，咱要过去看到101伫咧54321啊呢，迄敢毋是拄拄过尔？拄拄过，时间咧过足紧的。啊，搁一项，即阵的天气啦，怪啊，还过痔疮呢。听伊讲哦，后礼拜搁有风台啊，因为9月台无人知啊。啊，所以你甲看天气咧变化，伫这中间你。活落去，绝对有上帝互你的意义。你要安怎努力活落去？你要安怎伫即个中间，你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你坚持活得好，活得好内面，你就要有每一个时刻。头拄仔咱有看见宣调，传道书3章11节。头拄仔咱咧看咱的书咧读，上帝造万物，照伊的时，拢有伊的期。将每永生放伫人的心内，当是人袂会测度，人无法度测度啦。你根本都毋知影讲今日会落雨上大雨。我当一个会友，我看电视，我惊一下，我紧敲电话去家人，甲迄个会友请安讲，有要紧无？伊讲好，乌天地暗，上大雨。我讲电视是写大雷雨，无单雷讲啦，总是大雨、大豪雨。我真正落乱车头、火车头的铁轨路拢淹起来，火车停伫路中，所以你就知影讲，这上大雨你无法度通决定呢。结果一个牧师敲电话互我，迄年啊。顶礼拜六，即个天气，这个凉袂调，我甲你有啥物关系？你有较注意无？顶礼拜六即个天气，伊讲家人的罢免，伊袂调，安怎？第一，落雨搭地啊，遮大啊，阮兜饮水，我食饱收两去投迄落票，投票就降落。毋过，迄毋是你咧决定的啦。我妈妈90几岁，足爱看政论节目。伊这人过教的会友，有当无去做礼拜，
甲黄牧师请假。黄牧师讲：张老娘，你昨昏搁看电视吼？伊讲嘿啦，所以哦，血也搁压起来啦。甲你有啥物关系？见拢甲我问讲，你科比遮歹。我甲你又无关系啊！咱毋过掠去关有，我就掠关啊。咱有当时会关心一寡东一寡西。教会公布看这文字，伊看有，伊会读有。生命既然是即种的机会甲礼物，每一个时刻你存在，伊头拄有讲呢。上帝还阁留我的活命，绝对有伊的旨意。每一个时刻，老实讲哦，我食70几岁，阮当咧陪90几岁的妈妈哦，是伊咧煮互我食。你头拄你有看哦，是伊咧煮互我食，阮是坐伫遐咧等食饭尔呢。哦啊，所以你甲注意，是即种的健康，感谢主啊！啊，伊若照常甲你念呢，管你去牧师照念不我，伊是你是阮囝啊。所以你甲注意，有伊的角色，每一个人伫你的本分顶面安稳守己，存在拢有意义。耶稣拯救，互咱享受恩典中的自由。特别伫迄个圣经内面，伊咧通过讲，这耶稣的拯救，耶稣道成肉体，死伫十字架顶来拯救咱。所以咱通过上帝的疼，互咱伫生命诚做疼的生命。教会拢去用讲互做疼的团契。伫疼的内面，咱互相成长；伫疼的内面，咱成做一体，做疼，互咱做一体。所以，互咱的生命有疼的生命。发挥运用活得好，疼上帝，疼人，疼家己。毋过，基督徒足趣味，做礼拜甲遮煞，都无去啊。请问，顶礼拜张牧师讲道袂使看周报，顶礼拜牧师讲道题目，如果周报有写，我若敢毋知影周报有写，都无袂记你啊啦。你搁只现落去吼。伫地下室要食饭的时阵哦，你袂记我今仔讲啥啦？敢若会记得吼，我头拄讲的一寡遐例尔啦。有甲你记例就袂歹啊啦。哦，我2015年底退休，迄阵几岁？67岁。2015年底退休，足多人甲我讲，迄年啊，你毋知讲？张老会会使做到70哟？我想到都要做到70。伊讲都67岁、68、69、73年呢，最后70满，搁一年呢，互做熬4年，我要创啥？一年啦，甲你算100万，4年400万呢，我又怎样？已经不要紧，我又怎样啊？所以。我退休了，拍走，逐所在去。我牧师年甲阮查某囝甲我讲者，你比无退休较无用。这个跑步运我家己拍，支。我上惊就惊讲，去移毋着，规个钱无去，无去啊，就叫阮查某囝来。第一句话就去用骂，你乱按，我没有。没有啊，没有按怎么会跑掉？我怎么知道？他真的跑掉。我就说这边那桥鼓里面那走，我一举成功，我就拍片来转啊。所以中国说咧，每一间教会无共款，要去一间教会做礼拜，新圣诗、旧圣诗。搁说咧啥？有客样文，无客样文；有金句，无金句。每一间教会拢无共款。搁一项，有个人讲啥？方言的时阵，牧师甲司礼拢落来个大卡。所以规矩无共款。所以是安尼，我逐间所在、逐礼拜，就尽量人若叫我就去，我早起第一场我有讲，顶个月9月。一个牧师打电话我，张牧师，10月第3礼拜来我遮讲道，我第一句甲讲，你1个月前甲我讲较袂赴，1
一个月前甲你讲袂有，我10月第3礼拜要去南门啊啦，迄早就讲好啊，咱迄公布车早就拍好叫去南门啊。大概偌久甲你讲？我上少了半年前。好，你才穿哦，我毋是穿啦，无法度啊。因为我到年底拢满，我即阵有人咧甲我约满年的啊，约满年我干咧答应到上半年，因为5月2日若过了，上帝来怜悯，搁活一年。啊，我问你，无啊简单啦，你决定的哦，上帝讲，你搁讲，我就调你转来。我讲这，我讲一个例，互恁笑起。请问，疫情的中间，咱碰到第一句话，咱问讲有没有打针？有无？拍几针？我来，拍4针以上的人举手，绝对无啦。哦，有啊。哦，我来5针，无啊吼，有6针。我是安怎加问安尼？我拍7针。真正，竟然轮到我住，竟然讲会住，大人惊死啊！好野人啊，嘿，大人若去住，我就住也免钱啊，就足疼就有影啦。迄住咧到就足疼，我就甲住啊。啊，佫一项真趣味咧，我伊第1针拍落到，顶礼拜，到过去拍第7针。流感，啊，什么新冠甲流感拢住，我老大人哦，我就讲啊住就住啊，嘿，抵抗力较有，啊，拢安尼甲讲，打了伤大声。我会记得迄阵疫情的中间，我拍4针，啊，台顶拢爱甲问，打几针的？哦，1针2针没有了哈。台上这个牧师打4针，吼，偌大声咧。到2022年，2022，差不多咱的疫情拢无啊。2022迄阵也丢着，还佫在隔离的，还佫在5天的，讲啊偌大声咧。12月初丢着，阮牧师娘12月底丢着，2个拢丢。啊，有头佫有尾，12月安尼，一个头一个尾安尼啊。真正5天拢隔离，我头拄有讲，我属伫过档的，过档去互关伫房间，偌艰苦呢。迄门若开起来，我牧师员讲我怎样？你出来干什么？门都关起来，门搁关起来，啊，若甲你敲，有啦，门开起来无人，涂骹有你要食的物件。迄个时间5天，咱也是安尼过呢。啊，迄阵啊，佫袂再叫医生看用视讯的哦。啊，视讯去个健保卡甲报咧，然后伊一直看咧哦。竟然医生甲我讲啥呢？啊，你打4针啦，这个很轻啦，感冒这个特效药吃一吃就好了。真正我电话我食，我也无吐，也无发烧，也无安怎，啊都无在无去，一检查。2条线，迄阵2条线都丢掉啊啦！啊，就2条线，我就乖乖5天隔离了，我就无来食。总之你会记住，2022年年底过，2023年今年，啊，佫有人佫确诊，再确诊，有无？丢佫丢。总之我请问，这丢敢就爱隔离？免啦！啊，敢会甲你讲？袂啊！敢会甲你讲3条线？袂啊！都无嘛！你这我安怎丢到伊来话？伊敢会气你讲我又再确诊了？我谁理你呀？真正上咧插伊啊！这阵敢若感冒呢，哪有抵抗力啦？总是咱活得好，活得努力活落去。最后第3项，咱一定都爱一个真要紧，有价值啦。你都爱活得有价值，人甲你尊敬，你珍惜你的生命。
你每一个时刻，你的生命是上帝赏赐予你，若你通过道成肉体，耶稣基督救赎，所以咱领受这个生命，咱通过这个丰盛的生命。约翰第10章第10节，耶稣讲：我来是要予恁丰盛的生命，活得有价值甲意义，互人看到你在上帝才是真。咱有一首歌，咱拢唱啥？拜一拜二拜三拜四，神正好，信耶稣真正好。我唱我撇连灯，总是讲有影信耶稣真正好。咱若是会伫遐埋怨，咱若会伫遐讲是安怎，我哪会遮衰？啊，每一摆拢我得病拢是我，啊，趁钱的拢无我，啊，发生代志的拢是我。咱会埋怨呢？啊，咱哪会甲上帝计较呢？啊，白白安尼，我去教会，我有奉献呢，我有智慧呢。我是安怎？啊，我接受哪会袂调？我接受哪会袂调？真趣味的，咱有时会甲上帝计较。啊，计较的前提是啥？比较。因为你有比较了，你就会计较。你比较的结果，你就计较东，计较西，所以互人看到你在上帝定是真的。我是真正敬拜上帝。尊敬上帝，你是一个小基督徒，所以你免做伫遐，亲像腓立比书第1章2条1节，我就是基督，死要得到利益。无论你伫世间偌久，你伫遐应神益人，你足要紧，你伫遐尊敬上帝。我请问，咱参加告别式的时阵，你捌听见讲台顶的人、甲亲人、各什么人伫遐讲？这个人死死的好，唔捌啊！俄罗斯地好得不得了，哇！就唔甘来做笑脸。下骹一个姊妹读个累咧，无影无一只，欠我钱拢还未还我。你讲看，啊！你做一个基督徒啊！你盖棺论定啊呢？你是真正用笑脸，唔甘啦！哎哟，足可怜的，足可笑的。或者讲，真正迄个咧活伫世间无效啦。所以你真正互人看到你，知影讲你是信上帝，上帝听是真的。耶稣因为咱得到享受丰盛的生命，互人羡慕你的生命，互人会比共提高福气。使徒行传20章35节，今日这个公布这纪念主日，讲遮多，唔通袂记哩啊！这奉献底下都爱录啊。总是我会共强调啦，因为我看咱的周报吼，顶礼拜出现啊啦，礼拜现金2万几块，200个2万几块，所以今日吼，礼拜现金上少减一半啦。因为足多会友是习惯迄落，本来要来互南门教会做礼拜的，礼拜现金哦，拢甲我录喺即个地仔内面啊。啊，你有录我感谢啊，当时你阁无爱写名啊，无爱写名，互到正手所做无，倒手知啊，照圣经的教示啊。毋过南门教会今日礼拜现金减少，你袂使将今日100块要摕来互南门。主日礼拜现金的，你前甲摕互教公布社，你阁袂使甲拆破咧，拆破一人分50的，毁坏国币都要掠去关的。我讲，你无加早钱不要紧，落我甲我砸转去，落我甲我砸转去，后礼拜摕来献，毋是要互你摕转去凹本数地啊！你后礼拜摕来献，南门教会照收，因为。这就是要互人会比共提高福气。咱咧关心教会公布，咱咧关心文艺事工，咱继续努力伫遐大道奉献。有出版文字，有做事工需要咱关心。啊，我退而不休了，我真正拍拍走。无论是国外，无论是国内，我就安尼拍拍走。啊，人若甲我叫，我就去。因为哥林多前书第9章讲着。我若无传福音，我有在的，所以我尽本分，一直传到讲啊，上帝讲你回来了，差不多了，啊，我就转去啊，
所以感谢主，咱会当代表公婆者来请安。结论来讲，生命的路程安怎？他当然有读新约圣经呢，迄则圣经才足趣味呢。提摩太后书4章78节，什么时阵读到的？参加个别时拢定来读这段。真正好的精进，受跑道的路担，手所信的道理，足水。有一天你我咱拢会行这条路，毋望咱真正是真正好的精进，已经手所信的道理，进跑道的路担。那呢，你搁只要吟的圣诗，拜托的618首，我特别拣这首的原因是道，这是我个人爱吟的诗啊。会记哩哈，我个别识的时阵，若无吟这首，我会背起来。我讲啊，愿咱的人生会当努力活落去，坚持活得好，活得有价值。额头三角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无完全，总是因为你的疼，互阮成做一体。特别伫文艺曙光主日来到南门教会请安报告，通过你的话，搁一摆互阮关心文艺曙光，也互阮为着这个单位大道奉献。今早起你的话，加做阮的快乐甲帮助，愿阮的哪句哪听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是咱要用题目书所爱这首618首，咱就信靠上帝来回应伊。618首，请兄弟起立做伙来念。请坐，继续咱要用方言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这是请张慧执事甲陈正宇执事。
兄弟请坐，这是我来报告。今日是文艺事工教会公报社纪念主日，咱真感谢陈宪仁牧师代表公报社来请安。礼拜后也请大家互相请安交谊。欢迎到地下室做伙享受爱餐。第二咱顶礼拜已经有召开秋季的临时会议。改选部分任期届满的长老甲执事顺利选出。连日的白耀谦长老、吴中央长老、罗明长老以及新任的李梅新。连任的执事有陈怡如、梁家宏。新任的有李义新、林香宇、徐依兰。新任的中职任期是4年。后礼拜新选出来的中职甲各团契会长干部。要伫后礼拜第2场的礼拜中要受职就任，请所有的同工一定要出席。中执会后礼拜咱若要召开中执会，请新旧任的长老执事拢会使做伙来参加。第4季咱上重要的事工之一，就是要请中会来主持咱聘牧特会的监选。这个日期是安排伫11月17，所以请兄弟甲各团契使配合这个日期来安排咱的活动甲聚会，感谢。第6幼儿园的董事会要伫办公室会议室召开，请董事参加。团契消息，相连团契今仔日要举行10月份的例会。请相连的兄弟爱留来参加。另外，台北中会相连部因为风台取消的庆祝重阳节感恩礼拜，也要改伫即礼拜5上午9点半伫放假教会举行，请有报名的兄弟前往参加。圣歌队伫今年的圣诞节。要用7首圣诞歌一本来伫赞美礼拜献诗。这礼拜，阮对这礼拜开始的中昼12点半开始，会伫5楼加班练习。今日因为有相连的聚会，所以改伫2楼。请有心的兄弟会使踊跃来甲阮做伙参加这个服事，谢谢。其他的消息，即摆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多谢陈牧师吼，有比较就有计较，我特别退休，你若接袂起的讲道，则拜托拨一寡互我安尼。你摆到爱半年前，我是免遐久啦吼。多谢伊真好的勉励。我来介绍今日有一个育婴育婴姐来参加伫咱的礼拜，咱欢迎伊希望大家会阁介熟悉，咱看下会通留咧食饭。头先第执事讲吼，咱今仔日这是5楼是继续是相连团契宪法队则拜托咱到2楼来参加这个迄落。毋知有我需要特别介绍的人无？咱足久无平安礼吼，咱短用平安礼来互相请安一下吼。
391首《鹅肉天顶主宰》，临时刷请陈牧师祝祷。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天父上帝听从，大家享受圣神的帮助，对这个祈祷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祷，